真正嘅婚姻唔係一場比賽，咩事都要爭個誰輸誰贏，而係彼此要睇到對方嘅好處，體諒難處，包容短處。世人總係話家庭成敗主要睇女主人是否溫潤持守，但係喺我與仲愷嘅世道，最新嘅歸園唔係兒女情長不得圓滿，而係山河破碎，容不下一張安靜嘅書台。我係何香凝，父親何炳桓係香港嘅茶葉大王。細嗰陣時，佢將我哋8個女鎖喺西關大屋。嗰陣時我唔夠高，只能夠踩住酸枝凳偷睇革命軍同事務部。直到遇見仲愷先知道，呢啲違禁書刊竟然成為咗我嘅另類嫁妝。我同廖生嘅新房好簡陋，佢翻譯書稿嘅時候，我就喺廚房畫畫。有日孫中山先生來訪，見到我倆喺竹竿上嘅思口圖，笑住話：廖夫人啲字畫值得3000把槍。後來我陀住成字嘅時候，嘔得好犀利。我堅持為天土月刊畫插畫。仲愷成日話呢個仔仲未出世就聽慣咗改革嘅聲音，但係嗰陣時必定係革命嘅急先鋒。1922年陳炯明叛變，我將孫中山嘅密令用針縫喺小女夢醒嘅公仔裏邊。6歲嘅夢醒抱住呢個識講嘢嘅公仔，穿過咗火線，竟然比大人更加穩陣。1925年8月20號嗰日，廖先生出門前，將我畫廢嘅宣紙好仔細嘅裁成便簽。佢話冇浪費啦，背面仲可以寫財政草案喎。點知呢一別竟成永別。在醫院辨認遺體嘅時候，我發現佢嘅中山裝來袋收住我哋嘅一張紀念照，而子彈啱啱好穿過咗相上邊嘅千秋園山個題字。辦完仲愷喪事嘅第7日，我喺靈堂掛出咗猛虎出山圖，題白寫道：苟如身之端直係，雖僻遠其何傷。宋慶齡喊住話：香凝啊，你呢位寡婦比將軍仲要勇猛。但係得我知，喺未來嘅無數個夜晚，小女夢醒都會問我：爸爸去蘭陽籌款要幾耐啊？我只能夠指住地圖上你畫嘅鐵道線話：等呢啲鐵軌接得埋，爸爸就會翻嚟啦。1949年建國，我收到政協邀請函嗰一夜，我將仲愷嘅銅框眼鏡抹咗又抹。田漢嚟送禮服時，佢話：大姐，你應該着得喜慶啲喎。但係我執意要着素色嘅旗袍配黑紗。呢一套衫我從1925年着到1949年，我要讓故人睇，守喪24載，終仍破曉時。依家嘅人成日會話咩係真正嘅夫妻之道？我諗到我同仲愷當時志趣相投，將呢間新婚樓室命名為雙清樓，並且寫下咗願年年此夜人月雙清嘅詩句。真正嘅婚姻唔係一場比賽，咩事都要爭個誰輸誰贏，而係彼此要睇到對方嘅好處，體諒難處，包容短處。呢啲年即使你唔喺度，我亦都一直喺心裏邊同你互相守護。你嘅精神一直撐住我每一日。一個家庭係咁，
一個國家亦都係咁，福同享，難同當。1972年8月26日，周恩來總理嚟探我將我哋曾經嘅約定話咗俾佢聽，生則同衾，死則同源。不到一個星期，我終於如願同你喺南京永遠嘅團聚啦。我哋嘅婚書亦都寫喺咗民族復興嘅經緯線上。當粵港澳大灣區嘅貨輪拉響咗汽笛，那聲波裏蕩漾嘅豈止係當年容金鑄建嘅回響，更係14億人共同署名嘅家國契約。家若無脊梁，不過風雨茅廬；國若無肝膽，終成殘山靜水。